伯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爸当了一辈子兵，还怕这个？你们快走吧。你们走了，我来报警。爸，你小心啊！伯父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然然，这几天就别回来了哈。知道了。看来是实话，他的确不知道有点下落。照理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运出城的。封锁的这么严，就这么个小城，难道还能上天吗？据市政府最新消息报道，第二批新型的验钞机将于今天上午9点钟投入到各大中银行分理处及部分大商场使用。你好，请大家注意，以下是投入使用的银行：四明岛市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。请大家注意，以下是可以用现金和刷卡方式购物的商场：小白鹿商场、金沙商城、百盛购物中心、姐连锁。你就让我出去透口气吧。这2天我都憋坏了。这不，没什么动静吗？我回家拿2件衣服。废话，知道我把你留下要顶多大的风险？你出去，你死了我不心疼，要是把我连累了，谁管呀？你给我记着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，性命要紧，知道不知道？你给我记住了啊，老老实实待在这里。你是第一次到思明岛吧？思明岛这个地方啊，好，2位警官，我看还是赶紧到刑警队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江守威的线索。张探长一大早就赶飞机过来，我看还是先休息一下。对，我们也要整理一下。啊，也好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杨队，他出门了。什么？琳娜出门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回去。好，谢队。23号。张探长，我们有点事先走了啊。什么23号？我爸过生日。直接给局长打电话。